课文第10篇，诗篇27篇。上主是我的光，我的拯救，我还着惊啥人？上主是我性命的保障，我还着惊啥人？虽然歹人攻击我，对敌吞食我，因拢会跋倒失败。虽然大军扎营包围，我的心也袂惊吓。虽然对敌发动战争，我犹原安稳自在。我对上主求一项代志，只有对伊求这项，互我一世人踮伫上主的厝，伫圣殿仰望伊的荣光，祈求伊的指示。我拄着患难的时，伊会甲我藏伫布边内，伊会保护我，互我匿伫伊厝内。伊会甲我放伫石磐顶，互我的头举悬，超过包围我的对敌。我要伫伊的布边欢喜献祭，我要唱歌学乐上主。上主啊，我求一声，求你听，求你怜悯我，应答我。你对我讲，就来朝见我。上主啊，我来朝见你，求你毋通黄面毋插我。求你毋通受气赶你的奴仆，你一直是我的帮赞，拯救我的上帝啊！求你毋通拒绝我，放杀我。我的父母若去杀我，上主嘛一定会收留我。上主啊，求你指示我应该行的路，因为对敌在长等。求你带我行偏袒的路，毋通照对敌的心愿，甲我交互因。因为因用伪证恐吓我，我深信一项事，要活第一日，我会享受上主的恩惠。着信靠上主，着勇敢壮胆，着信靠上主。